有團體調查指出，差唔多30%受訪長者喺過去3個月內睇醫生2至4次，其中82%話需要家人或者照顧者陪同。隨住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遙距診症服務嘅普及，長者睇醫生嘅方式迎嚟新變革。醫管局積極推動遙距診症服務，特別係針對偏遠地區嘅病人。目前服務已經覆蓋北區同離島地區大約50條村落。每年服務大約1200人次，並計劃喺2025年初擴展至60條村落。到長者使用遙距診症服務啦，可以令佢哋更方便咁獲得醫療支援啦。以下係長者中心嘅建議：基礎培訓課程，介紹遙距診症嘅好處，教導長者點樣下載同使用 HA Go 應用程式，並熟悉基本操作、實際操作演練、模擬診症情景，俾長者親自操作並且熟悉流程。技術支援，設立技術支援熱線同現場協助，確保診症順利完成。製作簡易指南，提供圖文並茂嘅操作手冊同視頻教程，方便長者隨時學習。定期回顧與改進，收集長者反饋，持續完善培訓內容。參與醫管局遙距診症服務需要符合以下資格：HA Go 正式會員，由醫院或者診所職員邀請參與，擁有可進行視像通話嘅設備，病人身處香港。遙距診症流程包括病人接收推送通知並登入 HA Go 應用程式，職員核實身份，醫生進行視像診症，護士跟進相關事宜，例如預約覆診或者教導傷口護理。醫管局嘅藥物送遞服務旨在優化病人取藥體驗，病人可以通過 HA Go 安排藥物送至屋企或者指定地址，每次服務收費65港元。此服務適用於大部分醫院同診所，大部分偏遠診所暫未提供。遙距診症服務嘅普及為長者提供咗更便捷嘅睇醫生選擇。透過長者中心嘅支持同培訓，每位長者都可以更好咁掌握呢項技術，提升醫療體驗，了解更多。請訪問醫管局網站或者下載 HA Go 應用程式。社區資源嘅連結已經放喺影片留言區，有興趣記得去睇下啦。